热浪东部外海常常出现大型的保育类海翁、海猪。昨花莲外海就有10只左右的观察头。台东三湾火山河溪区的外海嘛有看到一只豆腐鲨挖进溪船。专家讲因会对温度较悬的洋流甲食物由来，所以台湾的热浪常常会出现伫东部的海域。14伫花莲外海小海岸船顶的游客，拢摕气象机手机记录器，难得看到地球上上大的齿鲸观察头。即摆看到一阵10外只主动向船只挖近，出现的时间要挖1天。其中还有一对母仔浮伫水面，不时为气孔喷水刷落来，颈骨尾溜翘起来，真紧冲落水。游客向因道别。整片外海大概出现将近10头，那它们没有聚集在一起，但是就是零零散散，因为体型很大的关系，所以整片外海其实都看得到它们很特殊的样貌。这是伫台东三环河溪区外海，也有渔船发现一只5公尺长的豆鲨，收到渔船的边仔讨食，因为是保育的鱼类，渔民赶紧收网收钓具，惊伊受到伤害。不过这只豆腐鲨一点仔拢唔惊人，一直围伫船边，模样真古锥。不过安怎这寡大型的海岸鱼类即马会接触入伫东部外海？专家讲，因会随着温暖的洋流洄游，各食物充足，热天东部外海环境拢有这款的条件。他们通常洄游的目的主要是比较像是比如说索饵，就是觅食，然后繁殖跟寻找适合的水温。专家讲，大型海岸海底鱼类会当讲拢是保育类，伫海上因主动挖近人类，可能是有人捌试过因的经验。不过呼吁民众甲渔民伫海上发现因，也是静静观赏就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